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輪市場持續喺高位度盤整，我相信你都會喺度諗，到底應該係攻定係守？而家啲錢呢應該點樣擺呢，先可以令到自己最後得到最大嘅利潤？所以今日就想同你探討一下，喺市場呢一個位置呢，如果你想做投資嘅話，你可以點樣配置你手頭上面嘅資金？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咁喺開始講之前呢，我先想強調呢，查理芒格同埋巴菲特呢有講過嘅一啲十分之重要嘅觀點，就係呢，其實喺市場呢極度樂觀，而且大部分公司好貴嘅時候呢，我哋往往要付出嘅代價呢都係會高到一個我哋唔應該入場嘅水準嘅。所以呢，我哋呢唔需要呢係去追逐每一個高點，追逐每一個機會，我哋淨係需要呢耐心呢咁去等一個呢我哋真係睇得明嘅好機會，然之後呢當嗰個好機會出現嘅時候呢，就放膽呢用自己手頭上面嘅現金呢去大手咁去佈局嗰啲勝算好高嘅機會，咁就足夠啦。咁所以呢，點解要用呢樣嘢嚟開頭呢？個原因就係其實而家呢個階段，絕大部分嘅明星股、科技股呢，通通佢估值都係一個極之過分高嘅水平。換言之，就算你而家即刻入場都好呢，其實你個報酬風險比都唔會好理想。講緊可能有機會，如果真係俾你 QE 真係大升嘅話呢，你可能現價可以賺多2-3成。咁但係反之，如果真係崩盤向下嘅話呢，有機會你而家入場之後呢，就會講緊可能虧損超過50%。咁所以呢，如果你發現原來個報酬風險比遠遠低過1嘅話呢，其實你係完全冇必要呢喺而家呢個價位度呢，去用大倉位去介入高成長股同埋明星股。咁同樣地，其實 crypto 都係嘅，因為 crypto 本質上呢都係一個極之投機嘅資產，而且呢，佢都係會嚴重感受呢成個市場嘅流動性充唔充裕呢嚟決定佢嘅價位有幾高嘅。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個位置度，我哋投機高成長股或者 crypto 嘅話呢，咁我會鼓勵呢，其實成個佔比呢，佔你總倉位呢，最多唔好多過2成呢，咁係會比較安全嘅。咁個原因就係呢，如果佢真係升好多嘅話呢，其實佢都可以令到你呢成個總資金呢可以增長到5-10%。咁但係反之，就算佢真係崩盤嘅話呢，其實佢對你造成嘅損失呢，可能講緊大約都係10%至15% 左右，依然呢都係一個你要控制到嘅範圍入面。咁所以現階段呢，如果你淨係投機2成落去高成長股同 crypto 嘅話呢，叫做係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一個佈置。第二樣嘢就係呢，其實你必須要確保呢，你而家呢一個階段已經減持咗足夠嘅一啲投機倉位，亦都減持晒全部呢你唔希望持有成個熊市嘅一啲倉位，然之後呢將嗰啲資金呢用現金同短債嘅形式保存，同時呢都確保兩樣嘢加埋呢佔你成個總倉位呢唔少過35% 嘅。咁之後第三樣嘢就係呢，你都可以呢喺股市呢欣欣向榮嘅時候呢，亦即係講緊如果你見到喺呢一段時間黃金向下回調，不斷落，甚至乎有機會跌穿3000蚊嘅話呢，咁就表示呢，你可以將大約1成左右，甚至乎15% 嘅資金呢分批呢咁去加倉去佈局一啲黃金嘅 ETF。咁個原因就係呢，當我哋知道未來其實不確定性好高，而且呢大機會呢會係一個減息而且通脹反彈嘅環境嘅話呢，咁黃金呢，佢個地位或者話佢嗰個表現呢，理論上係十分之唔錯，係有機會可能會掂到3800甚至乎4000蚊嗰個水平嘅。咁所以將1成或者15% 嘅資金呢放落黃金度呢，都可以確保到你嘅資金唔會遭遇到好大嘅虧損，同時呢都有機會喺崩盤嘅時候呢幫你賺到唔少嘅利潤。而最後一樣嘢就係呢，如果而家呢一個階段你真係希望呢將你啲資金用去投資，唔想話閒置咗佢好嘥嘅話呢，咁你呢都可以將呢剩翻嗰30至35% 呢去投資一啲呢而家呢個價位入場呢，依然都算係估值合理嘅某部分嘅傳統股同某部分嘅績優股。咁舉個例，如果你發現某一間公司呢，其實佢而家嗰個交易嘅價位係18蚊，但係呢，其實你計佢未來5年可以賺到嘅錢，你判斷呢，其實呢，佢應有價值呢大約係20蚊嘅話呢，咁其實呢，你絕對去放心呢，咁去將你嘅資金呢去投資入去呢一啲呢而家現價已經唔算十分之貴嘅公司度。咁嘅話呢，你就可以確保到呢，就算未來真係崩盤都好，你嘅損失唔會好大，但係呢，你第時呢，如果跌得更低呢，你依然呢都可以放心去買更多嘅公司，因為你知道呢，其實如果你本身俾個價錢已經低過嗰間公司應有嘅價值嘅話呢，咁只要佢跌得越平嘅話呢，就表示你未來呢撈底嘅時候呢可以賺得更加多。咁當然你都會話，其實如果我哋明知道第時1-2年好大機會
會崩盤嘅話呢，唔係應該直接等嗰個時間先再將啲錢拎去投資一啲估值合理嘅股票咩？咁公平地講呢，其實如果你而家尚未入場，而且你都唔係話好急嘅話呢，咁你的確係可以咁做嘅。咁只不過對阿 Sam 嚟講呢，我自己個觀點就係覺得，如果我發現到某一間公司非常之好，而且呢，佢已經進入咗呢我認為合理嘅打擊範圍嘅話呢，咁我係唔介意呢喺崩盤之前呢已經開始佈局，然之後等第時崩盤令佢進一步跌去一個更加唔合理嘅低位嘅時候呢，先再去買更多佢嘅股份嘅。咁所以如果呢你希望投資嘅話呢，咁現階段我覺得只可以投資一啲呢估值唔過分，而且呢現價合理嘅一啲真正好公司。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呢，其實我哋都唔使太過急住呢話一定要喺而家呢刻呢去買股票去買公司嘅，因為呢，我哋會知道其實喺未來嗰一兩年呢，成個美國股市呢係有一個唔細嘅機會呢係會進入一個非常之壞嘅時間，而更大可能呢，其實講緊12個月之內呢，就已經會去到嗰個位置。咁所以呢，其實我哋係可以耐心呢去等成個市場崩盤，真係去到一個真係好低嘅價錢，然之後呢再整理多可能1年半載呢，然之後先慢慢將呢我哋喺短債現金同黃金嗰啲倉位嘅資金呢分批呢咁啊轉翻去呢，到時候估值合理嘅一啲最好嘅公司上面。咁希望今日講嘅可以幫到你去思考呢點樣配置你嘅資金。咁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